隨便再影住咧就教練先啦，就韋斯活嘅。咁啊大隊啦，如果淨係計 A 級賽事就9勝2和5敗嘅。咁啊中途曾經最犀利咧，保持過連續10場不敗。咁但近呢幾個月，由於咧就部分賽事啦，對手都非常之強啊，結果亦都試過4連敗。咁啊直至就上個月啦，8比0擊敗斐濟，都終止咗4連敗走勢啦。嘅太和杯就先響4強就反輸俾伊拉克，咁跟住季軍戰就贏咗波啊！咁對太和杯都叫咗個友誼賽啦，其實勝負就唔係真係特別重要，最緊要就係今日呢場波同嚟緊14號嗰兩場賽事啦。咁就下句仲要對新加坡添啦。43分幾鐘㗎啦嚇，再做翻上前，陳俊一亦都喺度嘅，有望長做翻板短嘅地波，去到，哇！射你添啊！係咪周元德嚟啊？好似試一試先啊！亦都見到軍醫團隊啦，咁加